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伫这场礼拜要举行新任的长执甲教会同工的就任式。事实上，这对咱的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因为咱要组成一个属灵的团队来征战好的征战。特别伫新的一档开始，咱有真侪事工要推动，期待上帝当使用咱这个团队来荣耀伊的性命。但是首先，牧师爱互大家知影，服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也是权利。咱中间若确实无就任的人，毋是表示讲你无服侍的责任，请大家一定要清楚。我讲一遍服侍甲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权利。为什么讲是责任？因为这是将咱领受上帝恩典了的一种回应。为什么讲是权利？因为这是咱得到祝福的一种方式。咱透过服侍甲奉献来经历上帝大的权力。所以，牧师期待每一个人拢爱拍开咱的心来领受。无论你到就任倒一个职分，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工人。别人讲我无当选，我无就任，我就无需要服侍。当然，咱中间也有一寡将要下任的同工甲长执，除了对这个人表示感谢以外，牧师也要提醒，毋是下任了就表示讲我毋免服侍，反倒当是咱爱继续尽心的服侍，互上帝得到欢喜。这是牧师对心底所期待的。所以今仔这篇信息是为着每一个人准备的，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充满气力，有活泼的能力，会当激励、更新、改变阮的心智。主，阮今日要注心的一个题目，就是上帝的工人。由于透过你的话，就是透过圣经中间提摩太的见证，互阮明白安怎真做合理心意的工人。阮只是要用心来听，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一个人，叫做提摩太。提摩太伊是伫一个城市叫做罗斯德，这个城市所长大的。这个城市是伫罗马政府统治下面的加勒泰省。提摩太伊是出世伫一个较特别的家庭，伊的老爸是希腊人，伊的老母是犹太人。所以，伊是可能伫无共款的信仰背景、文化背景的家庭内底长大的。当提摩太还阁是囡仔的时阵，伊的老母的教育是非常重要。伊的老母叫做尤尼基，伊的外妈叫做罗伊，自细汉就指导伊伫信仰的代志。所以，因这家族有一个真好的传承。咱对保罗写提摩太的批，咱就当知。伊讲：我想起你心内存着无伪的信心，无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先存在伫你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心内。我确信伊也是伫你的心内。所以咱会当知，虽然信仰袂当遗传，但是伊会当造成一个真好的影响。提摩太就是。伫伊老母甲外妈的影响下面，培育伊成做一个真好的信徒。后来提摩太伫当地的基督徒中间，都有真好的名声。过2冬了后，保罗搁一遍来到罗斯德，伊知影提摩太伫灵性顶面有真大进步，所以伊就竞选提摩太甲伊做伙同工。后来提摩太伫咧进步，伊就受托去担任牧养教会重大的责任，因为保罗4界去传福音，伊设立教会了，需要有工人来接续伊的工作，伊就委派提摩太，伫当时阵来牧养教会。大约伫主后65年，保罗伫罗马受关押的时阵，迄个时阵提摩太拄啊咧牧养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保罗就写几张批。来勉励提醒提摩太爱注意的代志。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就是对其中的一段，在批信中间的一段。
这段中间提起到一个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爱注意的一寡条件，咱能对中间来学习，互咱会当更较进步，成做合上帝心意的工人。牧师要对3个方向来甲大家做伙分享。第一项，做一个上帝工人，咱必须要真注重家己本身伫敬虔顶面的操练。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论到遐个无值得讲的无影领的传说吼，就是讲粗俗、空洞、无影领的传说，拢应该爱避免。爱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家己。不如讲身体锻炼虽然有一寡利益，但是灵性的锻炼伫各方面对你来讲拢有利益，因为伊会带来今生甲来生的愿望。这个话是通靠值得完全接受。保罗特别勉励提摩太，爱伫敬虔顶面操练家己。意思就是讲，爱做一个真重要分别，啥物是重要的代志，啥物是次要的代志。特别唔通为着一寡甲咱生命无关系的代志，浪费上侪时间。咱在一个团体中间有一寡人爱讲一寡有诶无诶，讲一寡无聊、八卦等等这个无影了、空洞的这个代志。保罗勉励提摩太讲，这个代志拢爱弃绝。唔通甲人做伙咧讲这个代志，唔通浪费时间去听去讲，反倒当爱专心伫敬虔顶面的操练。咱知影咱的人生若有一寡消遣，会当增加生活的趣味。但是你若过头深入、过头重视的时阵，有时会影响你正经爱做的代志。比如讲，有一寡人，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爱收集一寡物件，这是真好的消遣。牧师嘛爱收集，我特别爱收集笔啦，大家知影我爱写字，所以我拢会收集笔但是我嘛有参加一寡迄个收集笔的社团我收集笔的这个原则就是讲我负担会起的唔通伤贵的，好写有特殊性我来收集起来。但是我参加这社团中间有一寡人就过头注重啦一定爱买迄个真高贵、真贵的这笔但是我看遐人写字嘛无真水啦但是笔较水尔啦所以这咧收集这物件你若适当真好，会当互你带你生活真侪趣味但是若过头人讲玩物丧志就无好我知影中间有一寡少年人嘛，真爱佚佗电脑的游戏个手机的这游戏，这当然真好，有时做一个消遣真好。但是有人开伤侪时间，甚至讲有真侪人讲爱开钱，开真侪钱了后就受这物件束缚。这种毋是甲咱的灵性、甲生命有关的代志，咱毋通过头去注重。反倒当爱注重甲灵性有关系，譬如讲咱所讲的读圣经、祈祷等等这些代志，这真正爱注重。今仔日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牧师爱大家拢立一个心愿，咱新年要有一个新的期待，咱会当规划，咱甲上帝立约咱今年要过一个敬虔的年，咱爱注重读圣经，注重祈祷。爱有计划，教会会帮助大家咱拢有排这个读经的进度，嘛有小组团契咧帮助大家，会当做敬虔的操练，互大家伫今年更较进步。第二项，除了对家己爱严格伫敬虔顶面操练以外，咱嘛爱伫属灵的代志上做别人的帮助。所以第二项，保罗勉励提摩太，你伫真理顶面爱致意去帮助这个信徒，所以圣经安尼讲，所以讲阮温魂拍拼，将愿望寄托伫永远活的上帝，伊是万人的救主，更加是信靠伊的人的救主。你爱将这个代志指示因，教示因，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就是爱将正确的信仰、正确的真理教示兄弟姊妹，
啥物是正确的真理？就是爱劝勉兄弟姊妹，关系冤冤话有冤枉的代志。所以伫13节中间，保罗对提摩太讲：你爱伫宣读圣经、讲道、甲教师等等工作，爱下功夫，直到我来。意思是讲，保罗指示提摩太，牧会上界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爱伫上帝的话顶面下功夫。干那家己明白，伫宣读、讲道、教师顶面，拢爱帮助信徒，会通更较了解上帝的话。咱伫教会中间上界重要，就是爱常常分享上帝的话。咱有心要成做上帝的工人，咱就爱将这个代志放伫咱的心肝中间。做教会当工，就是爱对信徒的活命负责任。牧师伫遮要互大家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就是你若真心要回应上帝的恩典。其实我差不多逐当的第一个礼拜我拢会讲，你这个时阵你心中想一个人，这个人的名铺伫你的心中，这个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亲情，伊还未明白耶稣基督，还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个人，咱伫今年用一段时间来对伊传福音，来对伊分享真理。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名单，咱就一当带一个人就会使啊。咱伫这当的中间，咱就想办法，会当来关心，想办法会当甲伊分享，想办法会当带伊来到教会中间，帮助伊明白上帝，明白真理，会当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安尼，这是你对伊上介大的祝福。所以，这个时阵，我期待大家甲上帝立约。我今年一定要对一个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也未认捌主的，我要对伊传福音，帮助伊伫真理顶面会通更加进步。这是做上帝的工人，除了严严要求咱家己会通领受这个祝福，咱也爱帮助别人。会当明白真理，当然，咱爱理解咱要伫敬虔顶面操练，咱伫真理顶面要教示别人。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讲，咱爱有一个模范啦咱知牧师有时即个练习即个书法我细汉咧学书法的时阵有真重要的几项迄个步骤首先就是咱对迄个运用迄个笔。无熟嘛，所以迄个教我的老师就爱帮助我安怎知影讲基础要安怎进行伊就老指导，甚至我抑个做细汉的时候，伊就换我的手来讲这笔爱安怎写较对爱写偌长，爱写迄比例安怎进行但我互我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伊就写一个字互我模仿。就是咱爱临帖啦有诶是摕古早人写，因为古早人拢比咱现代人较会写字嘛咱就模仿古早人所写诶字帖来模仿有这模仿了，咱才会当发展家己诶风格所以咱讲要帮助别人，要伫真理顶面教导别人，其实上界重要就是咱爱成做别人诶模样啦。所以保罗继续勉励提摩太讲。你伫德行顶面爱成做别人的模范，所以伊讲圣经安尼讲，毋通互人轻看你少年，无论伫言语、行为、疼心、信心、甲纯洁，各方面拢爱做信徒的模范。保罗勉励提摩太，伫即五大方面爱做信徒的模范。咱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是言语。这五项的头一项，保罗把言语放伫第一项。为什么会将言语放伫行为、疼心、信心、甲清洁进前？通常咱认为讲行为、疼心、信心、甲纯洁，可能比言语较重要。但是保罗却将言语放伫第一项。为什么安尼？因为事实上，咱伫生活中间，人一开始明捌你，就是对你所讲的话
咱讲的话比做的代志较济，咱讲唔对的话也比做唔对的代志较济。所以咱会当伫言语顶面做好的操练，诚做信徒的模样，也会当伫其他的代志诚做信徒的模样。言语应该伫生活中间占一个真重要的地位。咱讲话爱有分寸，袂当轻浮吼。所以圣经中间讲，误会的言语一句也袂当讲出嘴，只要随时讲造就人的好话，互听见人得到利益。你讲咱明白，咱所讲的话吼，会当造就人，会当带互人利益。哦，咱才来用这款的言语来祝福别人。做上帝同工的人，特别爱控制咱的喙齿，因为咱通常吼会听真侪人对咱讲真侪话吼。有一寡信徒会当将伊甲别人的代志甲咱讲，也是讲伊所看见关系其他人的代志甲咱讲。这个代志吼，咱听了，咱也无谨慎，随便听随便讲，无伊中间真容易成做搬弄是非的人。我牧师讲过，阮过去伫新人院吼，通常有讲一个笑话，讲有时拄着一个人，阮来讲，我来讲一个秘密哦，你毋通别人讲哦，吼，因为你是我的知己的，我较来讲。叫讲无偌久了，全校拢知影，因为全校拢是知己的。咱讲话爱细腻吼，听话甲传话拢爱细腻，因为这话语实在是太重要了吼。咱国师安尼讲，一个人若会当伫言语顶面无过错，就是完全人。咱的喙齿虽然是咱五官中间一个上界弱势、上界软弱的机体，但是伊亲像火同款吼。人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仔火会当将上界大的树林来烧掉，但是倒边来看，火也当将冷淡的心来烧起来。所以伊当破坏，伊也当建立，伊当激励，也当互人冷心倒退。所以咱特别爱控制咱的言语啦。保罗提醒提摩太，第一要紧的，就是爱伫言语顶面做信徒的模样。这是咱来学习的，爱讲造就人的话。第二项就是行为，言语做信徒的模样真重要，但是若无行为来配合，嘛无路用。如果言语所讲的做袂出来，安尼可能比无讲较好。耶稣咧谴责文士甲法利赛人，就是讲因会当讲，袂当行。圣经也安尼对咱讲，信心无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所讲的话若无行出来，就等于讲白惨嘛。所以言语了后总是爱有行为。保罗伫遮所讲的行为，其实范围真大，就是指咱整个人的生命。所以咱来其实人是对你的行为来认捌你的信仰。咱当然毋是靠行为来得救，但是行为是非常重要，因为行为就是一种见证。我感觉人对基督徒上界大的恶扰，就是我顶回甲大家分享迄个白宝珠宣教师的故事相共。伊伫澎湖做服侍工作，有一个甲伊同工的人咧学落伊讲，伊就是一个会晓行的讲台啦，会晓行的讲台。意思就是讲，伊所讲的，伊拢做得出来，而且伊咧服侍别人的时阵，就亲像，就是毋免讲，毋免讲话，就是知影大家知影伊真正有上帝的听。会当对伊的服侍顶面了解到上帝的听，所以伊是一个会晓行的讲台。我感觉这是对基督徒上界大的恶扰。有好的行为来见证，有好的行为来做信徒的典范，这是咱来学习的。第三项就是听心。而且所讲的听是阿加贝的听，就是人认为袂当听的时阵，依然坚持听。咱所需要的言语甲行为，就是听心的言语，听心的行为。一个人如果会当伫听心做信徒的模样，也就是伫听心顶面比普通的人更加愿意牺牲，更加愿意为别人服侍，更加愿意为别人受苦。伊会当因为主的听的缘故，去牺牲家己的时间、能力、温数，去体贴人的需要，辅助软弱的人。有一遍我伫电视看到一个特别的新闻，
这特别的新闻是讲，有一个咱台湾的一间5星级的饭店，伊邀请伫这欧洲皇宫内底的服侍人员来到台湾，目的就是要训练因这5星级的这个服务人员来做培养。伫报道中间提起着讲，这人是要服侍别人是到迄个无微不至的，讲细节拢足注意的其中印象互我上深的就讲就讲伊伫迄皇宫内底咧服侍的时阵迄国王甲王后会使爱看报纸看报纸进前伊爱常用屈斗，但迄个报纸捂咧互迄个油墨袂去沾着迄个国王甲王后的手就讲因伫迄细节顶面真注重这个报道嘛安尼讲，伊讲伫皇宫内底服侍的人的济少甲这个皇室的权势甲财力有真大的关系。意思讲，权势愈大，财力愈大的愈侪人咧来服侍因啦。但是这拄好甲咱的信用倒变，咱的信用咧看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的价值。毋是看有偌济人来服侍伊，一般人看讲这人有真济人来服侍伊，这人是真尊贵的。但是咱伫上帝面前的价值是讲，毋是讲看偌济人来服侍咱，反倒当是咱服侍了偌济人，这伫上帝面前是有价值的。用贴心所做的服侍，就当达到这款的效果，也会当带互咱的兄弟姊妹真大的祝福，互因去学习咱的贴心。第4项是信心，信心是一切属灵生活的起点。基督徒甲非基督徒的分别，就是在于咱对主的信心。信心也是各种属灵美德的根基。有信心了后，就产生各项属灵的美德。咱若看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50到第7节，安尼讲，伊讲有信心，佮加上德行；有德行，佮加上知识。有知识，佮加上准则；有准则，佮加上忍耐；有忍耐，佮加上敬虔；有敬虔，佮加上疼兄弟的心；有疼兄弟的心，佮加上疼正人的心。这一切，这8种德行，伊的根基是啥物？在伫信心嘛。咱对上帝领受信心，互咱有气力去行出好的代志。咱对上帝遐领受信心。互咱有气力去面对咱人生中间的艰苦。咱做一个上帝的工人，咱也会拄着真侪挑战甲困难。如果咱若对上帝有信心，咱会当超越过这个困难甲挑战。所以做一个上帝的工人，毋是靠家己的温书，靠家己的力量，反倒当是靠咱对上帝的信心，这真重要。最后一项就是清气，清洁、纯洁。纯洁的意思就是无瑕疵，这是指凡事拢只符合耶稣基督的标准，就是咱顶礼拜所讲的，无甲这世间相款无去学这世间的模样。做教会工人，做上帝的奴仆，一定要互信徒立一个真好的模样，互因知影安怎伫这个邪恶误会的世代。过一种清清气气的生活。圣经中间安尼讲，什么人会当登耶和华的山？什么人会当徛踮伫伊的圣所？就是手清气、心清洁的人，无误虚假、咒诅无怀诡诈的人。做教会的同工，做上帝的奴仆，至少爱伫2方面爱维持圣洁。第一项就是伫感情顶面，伫男女关系顶面。爱清气，爱清楚。第2项，伫金钱顶面，伫金钱甲人往来的过程中间，使用金钱，甲别人咧使用金钱的过程中间，拢爱清气。所以，独独用清气、专心做事，才能成做信徒的模样。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日学习3项代志。第一项对家己就是爱用敬虔去操练家己，对别人就是爱用真理去帮助别人。最后，咱爱活出5种真重要的德行，来成做信徒的模样。伫咱
的言语，伫咱的行为，伫咱的信心、听心、甲清气顶面，拢诚做信徒的模样。我相信上帝意爱咱诚做即款的工人，愿上帝亲自祝福互咱，互咱有气力诚做即款上帝所重用的奴仆。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主啊，求你帮助阮伫敬虔顶面操练阮本身，也伫真理顶面让帮助正信道，也当互阮活出你所欢喜的德行，来诚做别人的模范。求主帮助阮，互阮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清气顶面，拢会当做信徒的模样。用安尼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人得到祝福。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